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伫过年期间，因为发生街头艺人伫夜市啊表演，结果被拍事件，引发社会对街头艺人表演的安全问题更加重视。议员蔡小薇上午也即市府文化、观光、干部局人员，甲街头艺人进行座谈，做伙探讨生存权益的问题。伫议员蔡小薇的号召，侪街头艺人，包括南部街头艺人的表演俱乐部干部、成员等，总共10多位街头艺人的表演者，上午踊跃出席，甲市府的文化、观光等官员来座谈。因关心的对场地适合性、申请的问题，到证照的展现等，寻求市府的帮忙。像我家旁边就是公园，我就连测试设备的时候，我都不太会去那边表演。那更何况说有一些公园绿地是没有需要表演者的地方，那更不会有人去申请。那这是公园科需要去思考的部分。但是现在我有看那个文化局的网站，公园科那边的那个场地都有做一些变革了，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是以古迹或者是像那个总爷那种文化中心去做一个思考，可以做很多场地的申请。那我今天提出的东西比较简单。我们就不管街头艺人新旧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就单就场地来解决全部的问题，是我想出来的一个必胜法。我们都说街头艺人当恭喜一个美丽的风景那如何让我们的街头艺人他可以更尽情的在场地上做表演，又可以有顾虑到安全的问题今仔嘛拜托咱的公部门是不是就我们的职责来讲，我们可以尽量协助的部分，也请大家在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们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来这个面对面的对谈。针对街头艺人所提的问题，市府文化局专委陈小灿嘛表示，目前释出的场地拢是经过规划，至于申请的问题，因为一寡场地是属于私人的，公部门并无法度来加以规定。所以我们也会去努力说，尽量去开发，让更多人潮多的地方，他们都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街头艺人的一个表演。这个部分可能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因为你的表演越精彩，就表示越多人愿意希望你能够来这边表演。那好的场地你要，他也要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很多管理者他们会觉得说，我没办法去应付大家的需求。那最后他就说，那我就不要了，我就退掉了。我觉得这样就变成可惜。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在申请的时候要互相体谅一下至于南部街头艺人表演俱乐部所提建立一套标准的作业流程，市府文化局嘛表示，将伫近期内邀请街头艺人做伙来开会协调，希望双方会用建立一套标准，互文化古道的艺人表演会当更加优胜，并且得到人民的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3月13是唐德宗历史的殉难日，议员李启伟上午伫唐德宗纪念公园指出，伫纪念日拜事件牺牲的台湾历史顶面，竟然出现屠杀原乡的路名，要求市府应该改掉独裁者的路名，将中正路改做唐德宗路。市议员李启伟表示，伫228事件以后，因为唐德宗历史坚持无要将年轻的学子名单搞出来，因此被惩罚，而且位置就伫东京的唐德宗纪念公园附近。但想袂到纪念公园的牌仔顶面，竟然出现屠杀原乡的路名，因此议员建议，希望市府会用将中正路改名为唐德章路。这就是咱即马对面迄就是唐德宗的纪念公园即马迄个当初是张灿宏市长一定有甲伊签名甲签名了，咱即马就是有看到一个足不伦不类足荒谬的一件代志就是伊顶悬拄啊这中正路的即个牌啦启伟的主张诉求主要是希望这中正路爱甲签名爱甲迄个改迄个唐德宗迄个唐德宗迄个大道大路因为咱知影唐德宗过去就是有就是伫咧国民党的一个执政迄个蒋介石蒋中正因的一个手下去互伊安尼
撇开掉。即摆吼，咱看到这个情形非常的安尼艰苦吼，非常的唔甘吼，因为伊就是吼，这蒋介石吼，因这政府安尼枪决大条的，即摆伊既然讲顶决吼，佮有这中正路吼，这个路名，这是非常的讽刺吼，非常的不伦不类吼。议员李克伟甲伊父亲李文正愤慨表示，如果政府无将大街小巷的独裁者路名改掉，那安尼转型正义拢是假。针对路名变更，议员李克伟嘛表示，无排除伫议会来提案，希望市府会用办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开春第一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3月9号拜六将伫善化文康娱乐中心盛大登场。劳工局表示，今年总共有75间科技大厂，提供2765个就业机会，有需要找头路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前往应征。每一摆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劳工局拢会推出大型的服务。今年嘛无例外，包括接送的车、幼儿托育、甲卫总头门的装扮整理等等。而且今年总共有75间厂商提供2765个职缺，其中将近1000个缺拢超过3万块的薪水。市府欢迎有需要民众把机会前来应征，因为依照过去经验，每下率拢有7成以上。找了很多在地的厂商参与这次的就职博览会，开出很多的职缺这些职缺呢都可以让我们在地的人在当地就业这是非常方便的。那这次我们的博览会里面还有很多特色，有接驳车的接送，让你来参与博览会呢更方便。同时，假使你有必须照顾小孩，你也可以把小孩带过来我们有幼儿的照顾区，让你可以专心的去参加应职的工作所以欢迎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我们每年媒合的这个成功率都占有70%以上。会中包括南科、延民服务处、善化区等各界贵宾拢到场支持。劳工局表示，为了鼓励民众加投挂履历，增加就业的机会，活动当天只要到3间公司都有机会参加大饭店的摸彩等等好康。台南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配合世界摇子病日，市府卫生局将3月份定做爱摇子月，将举办参观、卫教咨询、健康讲座等等系列活动。6号上午特别举办启动记者会，会中邀请各医疗院所的代表共同呼吁，爱护摇子就爱避免食不明的药物，为健康的生活形态开始做起。为提醒民众卖食来路不明的药物、加啉水、卖禁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府卫生局特别用演的方式，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地教来宣导保护药剂的重要。同时，会中卫生局长嘛邀请医界、药师、甲护理师等一医疗院所的代表，共同来推广药剂防治的观念，希望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避免生死的危险。局内底呢，嘛，即个3月呢，咱就甲定做肾脏病月。那台南所有的病医啦、诊所呢，在这个先代这宋俊明医师的计划之下呢，大家来重视这个腰子的问题。那腰子功能咧变歹呢，无声无说，所以有当时啊，咱看到一家较不幸的朋友呢，到尾啊，拢是爱到洗腰子的过程啦吼。洗腰子这个问题，也是腰子功能变歹，唔是老人的专利有当时咱少年囡仔嘛会。因为老龄化的社会，有许多的人会有这些关节啦、骨头的疼痛，来路不明的药物以及非类固醇的止痛药，那这个是需要避免的，那也呼吁许多的非肾脏科的医师以及药师们，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就是肾病远离非类固醇止痛药的这个全民运动。那这个是我们预防肾病的第一步。那我们今年会跟健保局跟健保局跟药师公会以及医师公会联合来做这个活动。人讲我若无好，人生是黑白，其实药剂嘛同款。卫生局伫3月爱肾月嘛将透过讲座、卫教咨询，希望让市民更加了解，成为爱护药剂的一个起点。台南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
关庙三世宫创建至今已经有300多栋的历史。庙方伫搬到新庙以后，37栋来第一届为主事的关圣帝君、头前的周仓将军、甲关平太子两尊神像进行修复，现在已经用全新的风貌展现伫信众面前。位伫咧关庙的三世宫，经过了侪变迁，如今的庙宇是37栋前所兴建的。周仓将军甲关平太子这两尊神像，也是对古庙保留落来。因为年久失修，庙方伫咧进行清洗时阵，发现这两尊泥塑的神尊已经出现了侪壁损，因此聘请到文化部所认证的传统匠师陈平生来协助进行修复甲重新上色的处理。因为我较早因遮要做石，我来入来甲整修。整修咧吼，拄好有一个机缘讲，新房甲洗好势了后，有一个机缘讲遮个骨乌索索，要来甲小可清洗一下。若是清洗起来到着，较发觉着讲，哎哟，拢别去啦，损害掉啦。网络嘛是叠甲呢，叠甲讲安尼乌乌开表，无去因无了解讲，已经歹去啦，别开啦，无维护，无甲维修袂使。若要来维修，一定爱灌，灌黏剂咯，黏剂互落内面迄个土互黏固起来，较开始，佮重新佮定甲分工。但是咱即款的佛像的分工，含一般迄个无共，咱袂使做足鲜艳起来，一定爱做较。所以我拢用矿物的。这种进口入来，外国进口入来矿物质落做，较袂遐突出遐鲜艳，色质是较沉的，较有迄个古味的气氛。周仓将军甲关平太子这两座神尊，伫咧修复过后，整个拢变甲光起来，依照全新的模样，呈现伫咧信众的面头前。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叶坤姐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日本仙台是咱台南市的姊妹市，其中仙台七色女子骹球队伫去年曾经来到台南做训练，今年继续伫3月6号来到东区的胜利国小，希望透过骹球增加两个城市的交流甲感情。日本仙台七四女子骹球队一来到胜利国小，因遮因的就是胜利国小知名的管乐表演。这届也是因第2届来到台南做异地训练。为了两市的交流，因嘛特别到后甲国中甲胜利国小做交流赛甲骹球教室的活动。胜利国小嘛由着校长甲骹球队的选手代表送上球衫甲纪念品，感谢因的来到。那因为仙台呢是台南市的姐妹市，那在去年呢，仙台市也曾经来台南做过交流，那对台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年呢，仙台就再度选择台南来做他们冬季的异地训练。这次感谢提出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跟日本七系足球队，他们是一个职业球队哈，但这次有机会来跟我们胜利国小的球队交流，带给我们胜利国小一些新的技巧希望我们。胜利国小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个足球风气就会越来越好。仙台作为咱市的姐妹市，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啊。除了有即届来交流的骹球队以外，
因嘛有棒球甲篮球队，同时每一年拢嘛会举办马拉松，运动的风气是甲咱市相同。对此，每一年拢会透过体育活动来交流，透过安尼交流的活动嘛，加强两市的感情，相信嘛会使带动双边的观光。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这届交流的重头戏，就是由着七色女子骹球队甲胜利国小骹球队员做活动练习，除了互小选手会当体验无同款的训练方式，学着新的技巧，嘛互小选手交着共兴趣的朋友。在日本教练的带领之下，胜利国小骹球队的队员拢开始甲日本仙台七系女子骹球队的选手做踢球的练习。对小朋友来讲，这也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除了会使甲国外的选手互动以外，嘛会使学习到上专业的技术。很兴奋，因为第一次跟日本人比赛，可能就是挑球想要挑更多下，但是一直挑不起来。很高兴跟他们交流，然后就很欢迎他们，一些基本动作和射门的技巧。这届也是因为仙台七系女子骹球队来到台南做异地训练，因嘛主动要求到国中小学做交流，希望透过安尼的骹球教室，鼓励更较侪小朋友会使喜爱着骹球，同时嘛互因熟悉国外无同的练习方式。台南市と仙台市の友好が一番最初に来る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の他にもスポーツを通して、国際交流ができたらいいかなと。特別サッカーだけではなくて、今子どもたちがやってるようにサッカーの他の付随する鬼ごっことかボール回しとかそういうので交流を持ちながらサッカーの不安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体育处表示，现在咱市国小到高中总共有40间学校有骹球相关的社团或者是校队，也有定期举办比赛甲骹球推广的教室。今年嘛将举办亚洲大学骹球赛，期待使带动台湾的骹球风气，让台南成为台湾骹球选手的摇篮。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关庙国小校长退休了后的苏宝珠，开始用油画来丰富家己的生活。10年来，画图的技巧愈来愈进步，也创作出美极的作品。这届伊用旅行作为主题，甲大家来分享国内外济美丽景色。因为介意旅游嘛介意画图，所以苏宝珠就运用退休了后的时间，到国内以及国外旅游，并将伊感觉水、大家分享的画面画做一幅一幅的作品，互大家会当欣赏。同时，伊也向着济前辈画家来请教学习。因此，苏宝珠的作品创作方式会当讲是多元，而且具有丰富的变化性。在这几年退休到现在已经11年了。那其实我真正很认真化、很投入化，有10年的时间。那在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前辈我都有请教过哈。那我最大的资粮其实是到各个美术馆去参观各个美术馆的这些名作或者是很多画家的展出。那从这些这个展出当中，给我很大的体会。那在每一次展回来之后呢，把体会放到我的画里面，那慢慢我的画呢就有精进哈。那我自己呢也可以感受到，我好像越来越画越顺手了。画家苏宝珠有当时会运用泼墨的方式，要用画笔就来完成创作。有当时亲像是去日本旅游的时阵，会采用速写的方式，快速来描绘眼下所看到的。嘛有当时会亲像是一幅夕阳同款，用画笔慢慢一笔一笔来甲画个平，达到画面又搁深又搁远的效果。我是用油画来画，但是我那时候画这一幅的时候，我希望它呈现的有水墨的效果，然后它既然又是油画，但是因为它有色调，所以看起来又有水彩的效果，所以我是用比较薄涂的方式。那我的这个底打底的时候呢，就用了很多层，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我营造出来就是这种金黄的，然后夕阳夕照，就是感觉上这种气氛是很温暖，但是又很柔美。
那我心目中我的细照的那个景象是在我的心目中，那我就刷这些颜色哈，那让它达到我想要的颜色。画家苏宝珠的创作，即马当伫咧生活美学馆第一展览室展出，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欣赏、感受一寡风景当中的美好。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节份的天气，温度18度到2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